主任，漱口水可唔可以代替刷牙算數？我應唔應該話佢知？有啲人特別信賴漱口水，覺得反正可以殺菌除味，刷唔刷牙都冇所謂，甚至早晚用漱口水隨便掃兩下就當完成清潔。但事實上，漱口水根本替代唔到刷牙。刷牙係靠牙刷嘅物理摩擦，將牙齒表面嘅軟垢同牙菌斑徹底清除。而漱口水主要係透過藥物成分抑制細菌同去除異味，佢可以清潔到嘅係口腔軟組織，例如舌頭、牙肉、面頰內側，但對牙齒表面黏附嘅牙菌斑幾乎冇作用。就好似你洗面只係噴噴霧，唔擦走污垢，點會乾淨呢？真正健康嘅做法係刷牙加牙線加漱口水，三管齊下。刷牙清潔牙面，牙線清理牙縫，漱口水輔助殺菌同保持口氣清新。如果調翻轉，只係用漱口水，細菌依然會喺牙縫同牙肉溝度滋生，時間耐咗反而更容易蛀牙同引起牙肉發炎。所以漱口水唔係唔可以用，但佢只可以錦上添花，絕對唔可以喧賓奪主。想口氣清新、牙齒乾淨，老老實實刷牙先係根本。算啦，我都係直接同佢講清楚好啲。